深耕影視行業大半世，打造無數經典影片陪伴住觀眾成長，但係結果到咗晚年，自己卻即將面臨牢獄之災。一路打拼，積累豐厚身家同埋行業聲望，黃百鳴名利收穫早已遠超常人所求。但係套現4.86個億仲係唔滿足，荒唐嘅事仲係發生咗。晚節不保啊！如今罪名成立，已經宣判，呢一次邊個都救唔到至今墮落嘅佢啊！黃百鳴細個嗰陣原本家境仲唔錯，但係後嚟父親生意失敗，屋企裏面一夜之間就敗落啦。作為屋企裏面嘅長子，佢17歲就不得不輟學出嚟打工養家。為咗維持生計，佢乜嘢都做過。喺洋行嗰度做過跑腿打雜嘅職員，喺澳門綠村廣播電台做過播音員同埋編輯，仲組織過話劇社，改編過唔少國外嘅經典話劇。呢一段顛沛流離嘅日子，唔單止磨練咗佢嘅意志，亦都為佢日後嘅劇本創作積累咗大量嘅生活素材。懷住對電影行業嘅一腔熱血，黃百鳴落定決心要正式投身電影圈。最初佢係靠住寫劇本喺行業裏面立足嘅，但係新人階段嘅發展處處碰壁，佢寫出嚟嘅劇本經常被電影公司退翻嚟。就算偶爾有被採用嘅，亦都大多數係一啲小成本嘅邊緣作品。但係佢冇放棄，一邊繼續寫劇本，一邊揾機會進入片場學習。佢從最基層嘅場務做起，道具、燈光、攝影、導演助理呢一啲崗位，佢全部都做過晒，將一整套電影製作嘅流程摸得清清楚楚。好唔容易賺到20萬港元，黃百鳴想要自己投資拍一部小電影，證明自己嘅實力。1987年，佢自揞荷包拍攝咗人生中第一部電影《漩渦》，仲親自擔任編劇同埋男二號。但係結果就慘不忍睹，電影上映之後票房撲街啊！唔單止冇賺到錢，仲將佢多年嘅積蓄賠到一鋪清袋，真係蝕到底褲都冇得剩啊！一般人喺事業起步階段就遭受到咁大嘅打擊，估計早就已經心灰意冷，轉行做其他嘢啦。但係黃百鳴就硬係咬住牙關挺咗過嚟。佢覺得呢一次嘅失敗，主要係因為自己唔識得發行同埋市場運作，只要將呢一啲短板補上，總有一日可以成功。就喺呢個最艱難嘅時期，黃百鳴認識咗幾個志同道合嘅圈內好友，其中就有後嚟同佢哋一齊開創香港喜劇新時代嘅光頭佬麥嘉，仲有演員石天。3個人都對當時香港電影嘅現狀不滿，想要做出一啲唔一樣嘅嘢。於是黃百鳴再次從瓦拉嗰度擠咗一啲錢出嚟，同麥嘉、石天合夥就創辦咗奮鬥電影公司。當時黃百鳴嘅錢就最少，淨係佔咗9% 嘅股份，但係因為佢係團隊裏面最識寫劇本嘅人，算係技術入股，成為咗公司嘅核心創作人員。後嚟公司就得到咗金公主娛樂嘅注資，正式改組為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黃百鳴、麥嘉、石天又吸引咗徐克、施南生、曾志偉、泰迪羅賓4個人加入決策層，組成咗大名鼎鼎嘅新藝城7怪。呢幾個人喺埋一齊，產生咗驚人嘅化學反應。佢哋喺一間被稱為奮鬥房嘅屋仔裏面徹夜開會，碰撞創意，推出咗一部又一部票房大賣嘅經典作品。佢哋嘅無厘頭喜劇風格比周星馳仲要早，開創咗香港喜劇電影嘅黃金時代。1982年，黃百鳴編劇嘅《最佳拍檔》上映，以2700萬港元嘅票房打破咗香港影史紀錄，成為咗當年嘅票房冠軍。1984年，佢自編自演嘅《開心鬼》更加係創造咗一個奇蹟。呢一部成本只有200萬港元嘅小成本電影，最終係斬獲咗1200萬港元嘅票房。開心鬼系列一共拍咗5部，直到今日仲係好多人嘅童年回憶。各大平台上面仍然有住唔少電影解說喺度做相關嘅視頻。通過咗呢個系列，黃百鳴仲捧紅咗袁潔瑩、李麗珍、羅美薇組成嘅開心少女組，甚至仲挖掘咗當年仲係地下樂隊嘅 Beyond， 等佢哋喺開心鬼救開心鬼當中出演主角。隨住新藝城嘅名氣越嚟越大，佢哋嘅題材範圍亦都慢慢擴大，唔再局限於喜劇。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監獄風雲、
阿郎的故事呢一啲影響咗一代人嘅經典影片，背後都有新藝城嘅影子。喺呢個過程當中，黃百鳴展現咗驚人嘅識人目光，佢發掘並扶持咗眾多實力派嘅藝人。當時周潤發被稱為票房毒藥，冇人願意揾佢拍戲，係黃百鳴力排眾議，叫佢演出咗《英雄本色》入邊嘅小馬哥，咁先至令到佢一舉成名，撇甩咗票房毒藥嘅帽子。張國榮亦都係新藝城嘅簽約演員，黃百鳴唔單止為佢量身打造咗好多角色，仲特意調整檔期，等佢去北京拍攝《霸王別姬》，成就咗影史上嘅經典。1991年新藝城解體之後，黃百鳴成立咗自己嘅東方電影公司，繼續喺影視行業深耕。佢監製嘅《家有喜事》《花田喜事》成為咗香港賀歲片嘅標杆。後嚟又推出咗葉問系列，令到甄子丹一躍成為咗國際動作巨星。就係咁，黃百鳴喺影視行業深耕咗半個幾世紀，見證咗香港影視最繁榮嘅黃金階段，亦都打造咗無數陪伴住觀眾成長嘅經典影片。佢嘅商業佈局越做越大，個人財富同埋行業嘅話語權亦都達到咗頂峰，成為咗香港影壇舉足輕重嘅大人物。一世人辛苦打拼換嚟嘅成就備受業內認可，所有人都以為佢會帶住喜劇教父嘅美譽安享晚年。但係令到人萬萬冇諗到嘅係，已經功成名就、富甲一方嘅黃百鳴，竟然會犯下無法挽救嘅錯誤。早喺2015年，佢就通過減持東方娛樂控股股份，套現咗4.86億港元，加上幾十年電影投資嘅穩定收入同埋香港多處房產，身家早已經突破10億，足夠自己安享晚年，子孫後代打跛腳亦都可以衣食無憂。但係有時候有錢人嘅貪心，往往比普通人更難克制。佢哋追求嘅早已經唔係溫飽，而係賬戶數字不斷跳動帶嚟嘅掌控感。事業做大之後，黃百鳴唔再滿足於淨係做影視老闆，開始將目光投向咗資本市場，想要通過控制上市公司實現財富更快增值。2009年，東方電影成功上市，令佢第一次嘗到資本運作嘅甜頭。一部電影辛辛苦苦拍半年，可能賺幾千萬，但係上市公司一個利好消息就能夠令到市值暴漲幾個億。2014年，佢又斥資收購咗陷入困境嘅天馬影視，出任主席兼控股股東，正式係入局資本市場。喺呢個圈裏面混耐咗，見慣咗，有人靠住一條內幕消息一夜暴富，有人就通過幾次股權到手身家翻番。黃百鳴漸漸覺得拍電影賺錢太慢太辛苦啦。2017年下半年，天馬影視開始秘密協商整體股權轉讓事宜，買家係富力地產董事長張力旗下嘅力量資本。呢一筆交易一旦公布，股價必然暴漲。作為公司核心決策人，黃百鳴全程參與咗每一輪嘅談判，掌握住所有最高級別嘅商業機密。佢心裏面比邊個都清楚，呢個係絕對唔可以洩露嘅內幕消息，亦都係資本市場最唔可以觸碰嘅紅線。一旦被查，唔單止要面臨巨額嘅罰款，仲可能要坐監。但係佢仲係心存僥倖，動起咗歪念。佢深知普通散戶根本就得唔到呢一種內幕嘅消息，捉唔住呢一波股價嘅紅利，於是就決定利用信息差親自操作套利。2017年8月25日至10月17日，亦就係股權轉讓消息公布前嘅關鍵敏感期，黃百鳴就多次通過 WhatsApp 聯繫細妹王潔珍，同佢下達明確嘅買入指令。證監會後嚟調取嘅完整通訊記錄顯示，黃百鳴嘅指令非常之具體，比如今日100幾買啲啦，聽日低過0.2盡買，收市前買，語氣十分之急切，完全冇商量嘅餘地。為咗等細妹有足夠嘅資金操作，黃百鳴先後開具咗4張私人支票，總共係轉賬250萬港元。根據交易記錄，王潔珍收到錢之後，幾乎都係第一時間按照指令買入咗天馬影視嘅股票，其中至少156萬港元用咗喺購股上。最終，王潔珍通過呢一次交易，累計獲利103萬港元，包括部分未售出股份嘅賬面收益。但係天底下邊有密不透風嘅牟利操作啊？
香港證監會嘅智能監控系統一早就捕捉到天馬影視股價喺敏感期內嘅異常波動，同時亦都發現咗黃潔珍賬戶嘅異常交易行為。經過初步排查，監管部門發現黃潔珍同埋黃百鳴唔單止係親兄妹，仲有大額資金往來，即刻就將二人列為重點調查對象。時隔4年之後，亦就係2021年，香港證監會正式對黃百鳴同埋黃潔珍提起刑事訴訟，指控佢哋違反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91條。庭審過程中，黃百鳴一方極力辯解，試圖推翻取證證據，想要話徹底撇清責任。但係銀行資金轉賬記錄、兩個人完整嘅聊天記錄、天馬影視嘅股價波動數據，已經形成咗牢不可破嘅證據閉環。鐵證面前，所有狡辯都顯得蒼白無力，所有違規操作都被一一作實，眼見瞞唔住啦。黃百鳴喺法庭上面演出咗一出荒唐嘅戲碼，佢全程都堅稱無罪，辯稱此前天馬影視已經係有2次賣盤失敗，呢一次嘅收購大概率亦都會失敗，所以自己根本冇當真，仲話盡買呢一啲聽起身好似指令嘅話，其實係佢同細妹之間嘅特殊調侃，係喺度講反話，並唔係真係要佢買股票。但係對於呢一種離晒大譜嘅狡辯，裁判官當場就有力駁斥。作為一名理性嘅上市公司主席，絕對唔可能喺股價敏感嘅關鍵時期，用呢啲模棱兩可嘅反話指導親友購買公司嘅股票。而且從通訊記錄嚟睇，黃百鳴語氣急切，指令清晰，同所謂嘅調侃毫無關聯，辯解完全唔合常理。最終嘅結果肯定就係被判刑啦。而且據阿星了解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91條規定，內幕交易罪一旦刑事定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以及最高1000萬港元嘅罰款。如今黃百鳴已經80歲高齡，如果真係被判重刑，恐怕真係要坐監坐到底啦。從影壇傳奇到內幕交易罪犯，黃百鳴嘅結局令人唏噓啊！佢曾經用喜劇溫暖咗無數人，佢喺資本誘惑面前失守底線，最終付出慘痛嘅代價。呢單案唔單止係個人嘅悲劇，更加係俾所有嘅資本市場參與者敲響咗警鐘。無論光環幾咁耀眼，地位幾咁顯赫，法律紅線絕對唔可以碰，敬畏規則先係長久之道。